今朝來到銀河大酒店後面嘅一條食街食早餐。原本想試下呢間小紅書推介嘅狗狗豆花館，點知佢冇開。見對面呢間兄弟佬燒餅勁多人幫襯，於是揀咗佢。叫咗碗粥同啲包點，青菜稀飯2蚊人仔一碗，都足料㗎。台面有好多配菜任你加，咁當然唔少得重慶特產榨菜。桂花糕2蚊，菜肉包1.5，鹹蛋2.5，夾埋成餐都係8蚊人仔，食到飽飽。呢個就係重慶本地消費物價。食飽早餐出發去今日嘅目的地磁器口古鎮，佢係位於沙坪壩區，坐輕軌直接去磁器口站就可以。佢唔單止係國家4A 級旅遊景區，仲獲選為全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旅遊景區，絕對不可不去。清朝時期，由於呢度接近水路，出貨方便，所以聚集咗好多瓷器商人開店。到民國時期，呢度瓷器工藝發展成熟，更聚集咗超過70間瓷器商，因此人們漸漸將佢個名由龍引鎮叫咗成磁器口。呢個景區非常之大。我哋今日係由西南門開始出發，喺佢嘅左邊係呢間加拿大嚟嘅連鎖店 Tim Hortons， 喺深圳都可以見到佢嘅蹤影，喺呢邊就周圍都係。佢類似 Starbucks 咁賣下包點咖啡，喺微信登錄做會員會有優惠㗎。叫咗杯拿鐵，盛為19蚊人仔。呢度嘅飲品都會整返啲本地打卡特色。喺店後面已經係商店街，同有個商場。咁啱佢做緊一個宋代馬面裙展覽，嗰啲花真係繡得別出心裁。重慶其中一間出名火店周師兄，沿住大街周圍行下，18區一樣，佢係一個翻新咗嘅景區，所以周圍都新簇簇。唔想行，可以搭呢架小火車參觀。個景區成個山頭咁大，一日真係唔會行得晒。樓下去個廁所先。呢度嘅廁所又新又乾淨。反去入口，後山有另一條路。今次要向西邊碼頭方向進發。
沿瓷器口正街一條路過。圖中呢啲係真嘅民居嚟㗎，住喺景區入面，個感覺有啲似住喺迪士尼入面咁。過咗呢個和順茶館嘅牌片，就離開民居入返商店街。呢邊嘅商店街有更多特色小店。呢度有間大戲，仲有古裝 cosplay 嘅小姐姐陪你打卡。瓷器口嘅其中一個特產就係陳麻花，睇下幾多人排隊買。佢其實係一嚿硬邦邦嘅扭紋餅，我就麻麻地。呢度另一個特產就係糍粑，佢就好似麻薯咁，呢個不可不試。去到街尾嚟到呢間寶輪寺，網民推介佢求姻緣健康事業都好靈驗㗎。話說明朝時期，建文帝俾四叔謀朝，於是隱居於此，所以呢度又叫龍隱寺。呢個就係點解個鎮以前叫龍隱鎮。由於入面唔係咁方便拍攝，所以冇特別影啦。最後嚟到呢個迎龍門，佢後面就係碼頭啦。呢條都係嘉陵江。呢個保證水位極好笑，聽本地人講解水漲嘅時候，包你會浸到呢個位，即係眼見嘅商店會全部浸晒。瓷器口古鎮嘅旅程大致係咁，喺碼頭右邊係西出口，過去睇下有啲咩先。呢度有個叫沙池巷嘅商場，我哋去 KFC 食咗個 lunch， 叫咗個雞包餐，連雞連雪糕係46蚊人仔。呢個包舊雞都係重慶辣味，果然充滿重慶特色。個普通辣雞最都要滲多啲辣粉，重慶果然無辣不歡。驚你唔夠辣，仲可以加呢個天府椒麻香辣粉，呢個深圳都有。今集嘅行程就嚟到呢度先啦，希望你會 subscribe 我啦，謝謝收看，我們下次見。